老實講，做咗20年顧問，有一日我發現我呢一行俾 AI 收皮。以前企業揾我哋呢啲 consultant 係因為我哋有信息差，見得多。而家 AI 1秒幫你爬晒全球資料 ，Junior 顧問成隊被取代。你上網問一問 ，AI 回答得比大部分中級顧問仲快、仲平、仲唔會呃你。嗰刻我好清楚，如果我仲當自己係舊時代嘅顧問，我遲早會連你個老闆都見唔到。嗰陣 AI 啱啱爆起，一開始都係觀望嗰個，試晒 MJ、SD、GPT、Claude，個個都勁，個個都震撼，但未見到可以用喺企業度。工具好強，但唔等於有生意結果。AI 幫到個人寫文案，幫設計師出草圖，幫學生做功課，但係企業要嘅係出海揾生意，減返工減成本，客戶唔好流失。你用 MJ 用 SD 用 GPT 都幫唔到你達成以上3樣嘢。但係我問自己，再觀望落去，我係咪會變成下一個被 AI 淘汰嘅顧問？所以我做咗一個好多人唔敢做嘅決定 ，All in AI， 唔係玩工具嗰種 all in， 而係真金白銀落袋，開一間細公司，日日喺度試工作流，試自動化，試 N8N， 試各種集成，中間踩咗好多坑，亦輸咗唔少時間同錢。直到近呢半年，我終於可以好冷靜淡講，而家啲 AI 工具已經去到可以幫企業真金白銀開源節流嘅水平。我而家做嘅嘢好簡單，用 AI 幫中小企做3件事：產品、服務、出海，幫你揾薪水源，內部提效減費，少返工，少冤枉錢，客服引流復購，現有客戶唔好白白流走，前端開源，中段提效，後端復購。我唔再賣意見，我賣系統。好多老闆都話等下先啦，我再睇清楚啲先用 AI。但係你知，我都知，你呢個等唔係策略，係恐懼。我可以等3年去試錯，你未必等得起3年現金流去燒。我係 Terry， 而家 all in AI， 專幫中小企喺大環境咁差底下揾生意。如果你係老闆，呢條片入邊有一半以上講中咗你公司發生緊嘅嘢，你可以 DM 我2個字診斷我踩過嘅坑，希望你唔使再踩一次。如果你覺得呢條片對你有啟發，歡迎你點讚、訂閱、轉發，我會繼續同你分享 AI 點樣喺真實商業入邊落地，真正幫到生意。